你门没事吧？你又喝酒了？啊，我刚才跟我朋友去酒吧喝了2杯。他人呢？去医院上药去，让我跟你谈。你都这样了，你怎么不去上药？用不着。你先起来，上药要紧。你这样很让人担心。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有谁担心我。我是担心要赔他医药费，还要赔你的。你先起来。跟你男朋友分了吧？他也太不称职了，大半夜下着雨让女生一个人跑出来，你看人果然不准。看人是不准，就没有准过。他对你好吗？挺好的呀。你们不是都说我不成熟吗？我也在努力让自己更成熟，能自己处理的事情，就尽量不麻烦别人。这么晚了，之所以没有让他送我，是因为我心疼他，我想让他多睡一会儿。你自己处理一下吧，不然就去旁边的社区医院包扎一下。那扇门，人家想封你就让他封上呗。是吗？对你来说这么不重要吗？你之前不是也总挂个链子防着我吗？封死挺好的。行，那就封了。他大半夜装修的事情，我会再跟他协调的。我先走了。